喺1970年，有一批美國空軍飛行員奉命派駐調去英格蘭嘅克洛基地，執行 F-100型嘅戰鬥機訓練飛行同埋巡邏嘅任務。其中一個係上尉飛行官羅伯泰勒，一段奇事就此揭開咗序幕。同大多數駐英國美軍一樣，泰勒公餘時間最中意呢，就係徘徊喺英國鄉間風格特有嘅酒館入邊，令到嗰啲濃郁嘅酒香包住自己，盡拋塵世一切嘅煩惱。喺1970年嘅9月嘅一個夜晚，同袍就幫佢喺酒館入邊舉行生日宴會，一路去到打烊嘅時間先至散去。泰勒忽然間萌生咗一種強烈而難以控制嘅奇想，佢想去當地一個英軍嘅公墓嗰度散步。事後泰勒就表示，佢從來都唔中意墓地嘅，但係唔知道乜嘢原因，嗰一晚似乎有一種講唔出嘅力量，帶住佢行到去公墓。夜色如水，涼風習習，泰勒不知不覺行到一座白色嘅十字架前邊，石碑上邊嘅字跡喺佢眼前跳動，佢唔敢相信呢個係事實，但係刻喺碑上邊嘅字係好真實嘅，嗰度刻住英國皇家空軍少尉飛行官羅伯泰勒，1940年9月15日駕駛噴火式戰鬥機喺英倫大空戰入面殉職，遺骨安葬於此。而9月15呢，係泰勒上尉嘅生日。泰勒後來同啲同袍講起呢個奇遇，好多好事嘅美國飛行員亦都走去公墓證實佢所講嘅嘢係真嘅。一個英國少尉喺空戰入邊喪生，喺佢喪生嗰日出世，同佢同名同姓嘅一個美國人，日後亦都服務軍旅，同樣做咗戰鬥機嘅飛行員，而且喺前者罹難之後整整30年，喺一種莫名其妙嘅力量下邊驅使佢行到佢嘅墓前。有關輪迴轉世嘅講法，中外都有，只不過係佢哋大多數係言之鑿鑿，不過查無實據嘅啫。呢個係發生喺民國25年嘅真實故事。當時正值係農忙季節，家家戶戶都喺度忙住收割稻麥。鎮上邊嘅鍾家小媳婦個名叫做雪月，佢亦都去田嗰度做嘢。黃昏嘅時候要翻屋企煮飯啦，佢就順便擔咗一擔稻穀翻嚟。離屋企冇幾遠嘅小巷，忽然間走咗一隻黃狗出嚟，向住佢衝過嚟。好驚狗嘅佢就用擔挑向住隻狗打過去，隻狗俾佢打咗之後又痛又叫咁走開，於是佢又擔起嗰啲稻穀翻屋企嘅。後來吳雪月懷孕臨產，請咗個助產士嚟接生，佢嘅家公坐喺客廳嗰度休息。佢家公係天生陰陽眼嘅，即係睇得見鬼魂。佢忽然間見到有隻黃母狗帶住5隻狗仔行入佢屋企，入咗佢新抱間房。呢個時候就聽到個蘇蝦出世嘅，哇一聲啫，然後就冇再喊。跟住又見到隻母狗帶住5隻狗仔走出去。鍾先生就以為生產順利，好高興咁入去問個產婆生嘅係男定係女。答案呢係夭折。過咗1年，吳雪月又就嚟生第2胎啦，但係估唔到情形完全同上一次一樣，又係夭折。吳雪月就傷心欲絕，鍾家事後就檢討，老先生先至講出每次臨產佢都見到有黃狗嚟嘅，大家就估計事出必有因。吳雪月嘅家婆就提議去三山國王廟嗰度請示神明。
宗家去到廟嗰度禮拜之後，就等待神嘅降臨。大約過咗半個鐘，三王就駕臨啦，就叫吳雪月問話。吳雪月信女係咪要問2次生產都夭折嘅事？吳雪月就話係。三王又問：你記唔記得用擔挑打黃狗嘅事？吳雪月就話記得。三王又話：當時你打嘅黃狗身懷小狗，等於害咗幾條命，你知唔知？吳雪月同埋家人就跪喺地下求三王做主。吳雪月表示因為一時心急，好驚鑄落大錯。三王見到佢懺悔啦，表示要調狗嘅魂魄出嚟調解。3日之後喺呢度等啦咁。到時三王降臨就指示話，黃狗唔甘心，要你哋一命填一命，先要攞翻小狗嘅命，然後再攞母狗嘅命債。婆媳2個一聽就跪喺地下搏命咁求三王慈悲，只要能夠渡過劫數，無論乜嘢條件佢都應承。三王就向狗嘅靈魂問話，然後就話母狗靈魂要你哋翻屋企做一面狗靈牌位，將佢當成祖宗咁嚟供奉，佢先肯罷休，了此恩怨。婆媳2個為咗傳宗接代，就只好應承照做啦。嗱，呢一單人狗恩怨經過三王化解，終於就平靜落嚟。事後吳雪月就真係平安咁生咗2男1女。2002年7月25日，屋企住喺長春市嘅小玲，坐公共汽車去吉林省徽南縣交河口興隆鄉嘅舅父屋企幫佢阿婆過生日。生日宴會結束嘅時候，已經就嚟中午12點啦。小青見到外面陽光明媚，景色宜人，於是佢就決定去村邊嗰度行下，飽覽一下醉人嘅鄉下田野風光。行下行下，小青忽然間見到前邊冇幾遠嘅地方有個男人喺河邊轉嚟轉去喺度整啲嘢。小青就諗，佢係咪想喺度捉魚呢？小青感覺好好玩，好好奇，佢就快步行過去睇。但係行近一睇，小青就有啲嚇親啦。只見呢個40幾歲嘅農民，一隻手拎住個蛇皮袋，一隻手拎住支木棍喺河邊嗰度打啲青蛙。小青就好唔理解咁問：你捉咁多青蛙嚟做乜嘢啊？呢個農民忽然間見到前邊嚟咗一個好靚嘅城市入邊嘅姑娘，佢開始窒一窒，然後慢吞吞咁話：攞嚟賣錢咯。小青就感覺更加吃驚，話：賣錢？賣俾邊個啊？嗰個農民不緊不慢咁話：賣俾度假村嘅飯店。然後佢一路又拎住支木棍，猛咁撲喺面前一隻啱啱上岸嘅大青蛙。嗰隻青蛙俾木棍撲暈之前叫咗一聲，跟住呢個捉青蛙嘅農民就用手將佢掉咗入去蛇皮袋。呢個農民捉青蛙嘅動作只能夠用快、準、狠3個字嚟形容。小青覺得有啲觸目驚心，就問：你每日捉幾多青蛙？個農民面上邊露出自豪嘅神色咁話：30斤左右呢。小青靈機一觸就問啦：你知唔知青蛙係受保護動物啊？農民就不屑咁話：知道啊，不過捉咗2日青蛙嘅收入，比我喺省城入邊打工嘅1個月嘅人工仲賺得多。小青就用威脅嘅口吻嚇呢個捕蛙者話：你唔驚俾執法人員捉走咩？聽到小青咁樣一講，個農民嘅表情一下子就緊張啦。佢好警惕咁上上下下打量咗一番小青，抹一抹額頭上邊嘅汗珠就話：你係做乜嘢噶？喺邊度嚟啊？小青見到呢個農民有啲心虛啦，就佢話：
我係喺省城長春市嚟嘅，專門負責野生保護動物。你即刻將啲青蛙放咗下，如果唔係，你會受到法律嘅處罰嘅。農民俾小青嘅說話嚇咗一跳，但係佢又仔細睇下，佢仲未將前邊呢個黃毛丫頭當一件事。佢冷冷咁話：你唔使嚇我啦，我去到咁大年紀都未見過執法人員嚟管捉青蛙嘅，就算係嚟咗啊，咁窄嘅田基佢哋都追唔到我啦。見到呢個捉蛙農民嘅氣焰咁囂張，竟然將小青搞到一時都冇辦法。就喺呢個時候，小青見到遠處有個後生仔行過嚟，小青靈機一觸，對住嗰個後生仔就招手嗌啦：你快啲過嚟啊，快啲過嚟啊，呢邊啊！聽見小青喺度嗌，嗰個後生仔以為呢邊出咗咩事，佢真係衝過嚟。就喺小青嗌人嘅同時，嗰個農民見勢不妙啦，即刻拎起個蛇皮袋就走啦。小青就對氣長氣喘走到面前嘅後生仔話：快啲追佢，快啲追佢！嗰個後生仔亦都冇多問，就向住逃跑嘅農民追過去。小青亦都喺後邊跟住咁跑。慌亂入邊，嗰個農民竟然跌咗入去稻田嘅池塘嗰度，見到後生仔就嚟追上啦。佢即刻喺泥塘嗰度爬起嚟，只能夠忍痛掉低嗰個蛇皮袋，搏命咁走。呢個時候，小青就嗌住嗰個後生仔，佢哋一齊將蛇皮袋拎到去小河邊，將啲青蛙全部放晒。直到而家，小青先至細細咁睇咗呢個後生仔，佢亦都係一個城入邊嘅人嘅打扮，高高嘅個子，英俊瀟灑。經過交談之後，小青就了解到呢個後生仔個名叫做阿健。咁巧佢屋企亦都係住喺長春市，3日前嚟興隆村親戚屋企做事。今日中午佢都係得閒無事去田邊嗰度行下，見到小青叫佢啦，以為出咗咩事就即刻跑過嚟。小青好感激咁同阿健話：多謝晒你啊，多謝你幫咗我忙。阿健就話：你都係喺度保護大自然嘅好事，我能夠幫到都算係我嘅幸運。阿健面對呢個生得好靚嘅小青，個嘴巴開始甜啦。就喺小青同阿健準備離開嘅時候，驚險嘅一幕出現啦！一條好似拐杖咁粗，大約1米左右長嘅黑黃色嘅水蛇喺河嗰度爬出嚟。天生怕蛇嘅小青就嗌起上嚟：有蛇啊，有蛇啊！一手就揸住阿健隻手，匿咗喺阿健嘅身後邊。其實阿健亦都好驚蛇，不過喺小青面前，佢就只好裝出男子漢嗰種堅強。阿健話：唔使驚，我喺度。跟住喺地下執起一支乾樹枝。講起嚟亦都好奇怪，呢條醜陋令人恐怖嘅水蛇爬到小青同埋阿健面前嘅時候，停咗喺嗰度喐都唔喐，顯然佢係想攔住條路。膽小嘅小青見到蛇，全身個感覺一下子就凍起上嚟。打蛇要打7寸，你要卡住佢個喉嚨啊！小青細細聲同阿健講住呢啲說話，佢好驚嚇親條蛇向佢哋撲過嚟。講完呢句說話，小青感覺一時個心跳得好緊要，喉嚨好似俾嘢棘住咁樣。阿健亦都忍住呼吸，慢慢舉起手入邊嘅樹枝。忽然間，佢向地上邊嘅水蛇吉過去，只聽見咔咔一聲，落去嘅樹枝吉唔到條蛇，反而吉咗落地下，折成2段。阿健嘅舉動顯然激嬲咗條水蛇，佢纏住地上邊2截斷咗嘅樹枝，開始喐起上嚟，嚇到小青全身癱軟，連跑嘅力都冇埋。阿健呢個時候亦都嚇到心驚膽跳，唔知點辦。就喺呢個千鈞一髮嘅時候，奇蹟就出現啦！10幾隻好大隻嘅青蛙同時跳過嚟，喺距離水蛇大概1尺幾遠嘅地方停落嚟，咯咯聲咁喺度叫，虎視眈眈咁望住條水蛇。呢群青蛙嘅出現令到小青同阿健感到好驚奇。
佢哋兩個定眼一睇，原來呢群青蛙就係佢哋啱啱放生嘅，因為佢哋身上邊仲有斑斑嘅血跡。正當小青同阿健感到莫名其妙嘅時候，一隻青蛙忽然間撲過去，十分準確咁攬住水蛇條頸。與此同時，其餘嘅青蛙亦都一齊撲向水蛇，緊緊咁纏住成條蛇身。遭到攻擊嘅水蛇就開始吐住條脷喺草地上邊一路碌一路扭曲，試圖揈開身上邊嘅青蛙，但係任佢點樣碌，一隻都揈唔到落嚟。3-4分鐘過去，水蛇俾身上邊嘅青蛙搞到只有招架之力，全無反擊之功嘅。又過咗3-4分鐘，水蛇因為寡不敵眾，體力不支，窒息而死。睇住地上邊喐都唔喐嘅死蛇，再睇下嗰一隻仍然有依依不捨嘅青蛙，小青同埋阿健簡直成個人呆晒。小青就話：真係太不可思議啦！佢一下子意識到自己隻手仲死死咁揸住阿健隻手，佢即刻就感到有啲唔好意思。頭先嚇到面都青晒嘅，而家個面就慢慢有啲紅色啦。小青好唔好意思咁話：多謝你啊，如果冇你真係嚇死我啊！阿健就話：唔使多謝我，要多謝嘅多謝呢啲青蛙朋友。俗話都有話，唔打唔相識。呢場罕見嘅蛇蛙大戰亦都打出咗一段美好嘅姻緣。小青同阿健從此就相識咗啦。由鄉下嘅田野去到城入邊嘅花前月下，開始咗佢哋手拖手嘅身影。經過大概半年幾嘅甜蜜交往，2003年情人節嗰日，小青同埋阿健就行上咗婚姻嘅紅地毯。呢一年，小青係28歲，阿健係31歲。結咗婚之後，小青亦都辭去咗超級市場收銀員嘅工作，嚟到阿健做嘢嘅外資企業嗰度做財務員。